3月16號。金虎上2000米，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先見咧出閘就唔算話好快㗎，咁啊同彩衣咧仲有隻天子殿啊，咁大家都係殿後角逐嘅啫。前邊比較快啲啦，飛沙區暫時佔先多啲㗎，守住內欄第2位黑衫黑帽咧就係好脆。皇后徑咧 Sunday Racing 彩衣咧暫時一個第3㗎，後些少嘅馬位分別先有啲拉威爾咧暫時係走住喺個外碟啊，一對黃色衫嘅馬分別就係天子殿啦同埋呢匹先見呢，大家都係留前鬥後去跑嘅。好啦，望翻前邊啦，咁啊走得比較順啲嘅馬都飛沙區啊。雖然有啲口啊，咁但係跑2000米呢，用個放頭嘅戰略㗎，暫時甩開成差唔多4-5個馬位啊。咁啊守住後邊第2位呢係好脆，咁但係好脆之後嘅第3位都甩開一段距離啊，就係匹皇后徑啊，成2個馬位後邊呢，仲有隻北島名花啦，咁啊暫時喺內欄啦。咁啊再後啲係大怪奇啊，喺個第5位度嘅，後少少嘅馬位啦，分別係拉威爾全程係走住個外搭啊，比較後啲嘅馬入邊嗰隻就美飛，咁啊暫時咧先見啊天子殿咧依然都係墮得比較後啲去追一段啊，咁睇下追唔追得到啦。始終係變化地角逐嘅金虎上跑呢個2000米嘅，咁前邊帶緊頭啦，咁都係嗰隻飛沙區用嗰個大圖嘅戰術啊，咁啊甩開成差唔多成10個馬位開外噶，守住個第2位依然都係好脆啦。皇后徑啊守住出邊嘅第3，大怪奇喺內欄嘅第4噶，後些少紅色衫嗰匹北島名花。好啦，先見天子殿一齊呢都係飛出去大外檔啊追一段啊，變化場地都唔會駁入邊啦。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前邊嘅飛沙區仲有2腳，不過縮短咗個距離㗎，因為好脆開始啊駁住上嚟，大外檔上緊嚟呢就係皇后徑，再出邊位置啦，先見到天子殿啦，佢個追勢就好過橙帽匹先見喎，先見暫時騎落去反應麻麻地嘅，最後100零米前邊暫時透咗出嚟呢，都係嗰隻呢就係飛沙區啊，咁但係上緊嚟皇后徑呢幾步好強，中間仲有好脆，結果皇后徑贏，好脆第2，天子殿係第3。嗱，結果先見係跑過第6名。デシエルとはかわされました。